薪酬記錄員工薪酬及人事資料。MYOB 嘅薪酬管理系統以一體化計算及記錄僱員個人及薪酬資料，於報稅季度填寫僱員薪酬報稅表變得輕鬆方便。開始使用薪酬管理系統之前，先於菜單點擊設定，再選一般薪酬內容，就可以編輯一個全職工作週嘅時數。在僱員卡片內，可詳細記錄僱員嘅個人及其配偶資料。在薪酬詳情嘅頁面內，就記錄咗僱員薪酬資料等。如要列印報稅表，在列印報稅表功能內嘅報稅小助手，只需要幾個步驟，就可列印 IR56B， 方便快捷。